喺香港，超過90%嘅人都帶有可致生蛇嘅水痘病毒，當中大約每3個人就有1個會經歷生蛇。生蛇嘅正確學名應該係帶狀疱疹，係由水痘帶狀疱疹病毒引起。只要你有出過水痘，你就有生蛇風險。水痘好返之後，休眠嘅病毒依然存在體內。當身體免疫力轉差，一直潛伏喺神經細胞嘅病毒就有機會甦醒，引致生蛇。生過蛇都唔代表終身免疫，仍然有機會再生。可增加患生蛇嘅因素包括有生蛇家族史、心理壓力、曾確診新冠肺炎、50歲以上人士、哮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、糖尿病、風濕性關節炎、心血管疾病、慢性腎病等病人，同免疫力低下人士。由於病毒會沿住神經線發病，所以有神經線嘅部位都有機會生蛇，包括頭、眼、頸、膊頭、背脊、肚、手腳等。最明顯嘅病徵係皮膚出現又痕又痛嘅疱疹，除咗痕癢痛楚，仲會引致嚴重併發症。高達30%嘅患者會有後遺神經痛，痛到好似俾針拮、火燒、電擊，而且痛楚可以持續幾個月，甚至超過10年。病人入面就有10至20% 不幸生蛇上眼，會引發眼壓上升、神經營養性角膜病變、角膜穿窿、急性視網膜壞死、青光眼等。大約每10個生蛇上眼嘅患者，就有1個可能出現中度或嚴重視力喪失。另外，生蛇患者中風或患上冠心病嘅風險高出30%，風險升高嘅時間可以持續長達12年。生蛇引起嘅劇烈痛楚，有病人形容十分煎熬，生活質素嚴重降低，睡眠、心情、工作，甚至日常行路都會受影響。要避免俾生蛇纏繞，最重要係及早預防。目前未有方法可以根治生蛇，而急性治療嘅關鍵在於發病後72小時，但始終唔能夠對抗併發症。預防勝於治療，唔想俾蛇患困擾就要主動出擊。除咗保持健康生活模式，最有效預防生蛇嘅方法係接種帶狀疱疹病毒疫苗。喺病毒甦醒之前，獲得更強保護，請立即向醫生查詢。生蛇關我哋每個人事，但絕對可以預防，請立即向醫生查詢。